地保认真的议员蔡苏秋瑾发现台人各房价问题严重，连伊徛起的大北门区，也就是过去石西、七股、嘉义、将军、客家、西港甲北门这6个区，现在房价同款直起，互少年人欠钱买厝的梦愈来愈遥远。在总咨询当中，都要求市府彻底提出解决办法，嘛具体提出嘉义大安段815地号，不得使用已经20档的公有地来起社会主体。本身要建的就是咱的这块地，就是咱的嘉义区吼，六安段815地号吼，伊的面积3034平方公尺嘛。因为这块地拄伫咱嘉义区的都市计划内啦吼。伊向东吼，就是对麻豆去；向西对七股；向南就是对西港；向北就是对客家。所以就是真正交流道啦吼，麻豆交流道实在讲嘛是交通真方便的所在吼。而且荒废20年，在那里没有再活化了啦吼。因为坑20档拢伫遐发草啊吼，当初有这个做绿美化，现在吼又草啊都已经发一堆啊啦吼，所以本色要来选择这个地点。来去问咱市政府来做参考啦。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列入我们后续的评估然后也会到现场再去勘察。为了实现土地正义，互少年人起价是大人用脑。议员这4档内已经具体建议这公有地活化。另外，会中伊嘛积极争取伫嘉义设立大北门艺文中心，伫七股兴建大寮景观公园，以及将军旧马山到渔港再造电工程来争取选民认同。今日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